好罕有，好罕有啊！眾所周知咧，964 Turbo 咧係911第3代最勁嘅車款啊！呢部964 Turbo 咧結合咗經典嘅線條，仲有哇好清脆嘅3門聲，仲有結合咗當年最先進嘅科技啊！4輪轉向啊，同埋電子輔助轉向系統啊，964咧喺當年咧有85%咧係重新設計啊，同埋重新開發㗎。你想象下喺當年咧揸住呢部964咧，真係人見人愛㗎。有邊個咧唔想上車坐下？964 Turbo 咧個生產年期就由1988年就去到1994年。咁點解964 Turbo 咁罕有咧？因為964 Turbo 咧喺93年嘅時候咧就換咗個3.6升嘅引擎。馬力有成360匹㗎，比舊款有隻3.3 320匹咧，足多咗成40匹啊！3.6引擎咧，總共生產咗咧只係1400部咋，而右軚版咧只係生產咗130部左右咋。你話係咪好罕有咧？當年啊有咁嘅馬力啊，見到尾燈都當你贏啊！呢部咁高質素嘅964咧，車主用咗成個百萬去保養㗎，全部都用原廠零件同埋配件㗎。車主真係好中意呢部車㗎，佢賣咗俾2次朋友啊，都喺朋友度買翻，成日心掛掛，而且啊仲越買越貴添啊！所以呢部964 Turbo 咧係非常之保值㗎。如果想嚟睇嘅話，就聯絡我哋啦。